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景希言八字分享。咁我哋就繼續嚟講施南生嘅八字啦。上一集呢，我哋係分析咗個原局啦，亦都係講咗佢一啲基本嘅五行喜忌啦，同埋係健康上面呢嗰個點樣睇法嘅。今集呢，就主要將佢同埋阿徐克個八字呢就可以拍埋一齊嚟睇啦。咁亦都係睇到呢，即係男女嗰個姻緣際遇係點樣去喺個年運裏面有改變啦。咁對於我哋學八字嚟講呢，都係好有一個睇法嘅。咁我哋一開始啦，首先都係睇翻阿施南生嘅八字啦。辛卯年乙未月庚辰日，時辰我哋雖然唔知，但係咧我都幾確信呢，呢一個丁丑時咧係大有機會嘅，因為咧丁火對於庚金嚟講咧非常之緊要。庚金本身係有一個肅殺之氣嘅，如果佢全局裏面咧都見唔到一點火嘅話咧，咁呢一個人咧其實都會係流於一個比較實際啦，或者係冷酷無情嘅，因為庚金本身係肅殺。但係咧，如果一見火嘅話咧，有火嘅下年咧，呢一個庚金咧就會完全唔同啊！佢嗰種肅殺咧就會係變成一種同埋節義嘅一種氣質。咁呢一個咧就非常之配合到阿施南生嘅性格。咁尤其是咧庚金咧係要用丁火下年咧就比丙火係更加好嘅。所以咧就呢個丁丑時咧都應該係相當之大嘅機會啦。喺女命嚟到講咧，有劫財透干，而且係有一個劫財克財嘅一個現象咧，咁冇辦法噶啦。呢個感情上面咧多少咧都會有一啲外力啦，有一啲競爭者啦，有一啲第三者咧係會干擾到嘅。因為女命咧就除咗睇官星咧，財星亦都係可以代表感情。所以劫財克財嘅時候咧，即係話你個感情咧就係會被受到損害啦，俾個劫財搶走啦。咁我哋咧又可以去睇下徐克個八字啦。呢一個就係佢三處嚟嘅，辛卯年啦、庚寅月啦、丙戌日。時辰我哋唔知啦，咁但係咧睇佢而家個走勢咧，我覺得呢個丙申時咧都係有多啲嘅機會啦。因為丙火日主生於寅木嘅月份，咁一個係偏印啦。丙火得長生於寅木，咁而且咧佢係寅卯半會木方，寅卯半會木方之餘咧，佢呢一個月日支咧，亦都係寅午戌暗拱咗火局，暗拱咗中間個午火嘅陽印，因為午火咧係丙火嘅陽印，所以咧呢一個丙火日主咧喺地支上面咧可以話係咧木火氣都係夠旺嘅。既然係身強嘅丙火日主咧，佢就係要去宜克宜泄啦，咁佢就係最易見到財星啦，即係要去克財為用嘅。而睇到年月柱咧，就已經係正偏財透干啦。咁所以咧，一啲男命，無論係身強弱咧，如果佢係有正偏財齊透、正偏財混雜嘅情況咧，咁佢喺嗰個感情上邊咧，都會容易有一啲用情不專嘅情況啦。咁但係佢可能有一段長時期係用情專一嘅，咁但係之後有一段時期咧又開始係唔專一嘅時候咧，咁呢個咧就係同嗰個大運啦，同原局嘅互動係有關。無疑咧，徐克係一個好有創意嘅導演，而丙火嘅創意咧好多時咧都係會體會喺個木火通明嘅結構上面嘅，即係話咧火日主咧通常唔係用呢個食傷啦做表現嗰個才華嘅，而係用嗰個印星。印星生到日主夠旺嘅時候咧，咁佢就會有一個出色嘅創意啦，同埋才華嘅。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其實徐克最有創意爆發嗰個時期咧，就係呢個丁亥大運啦、丙戌大運。天干咧都係比劫透干，咁即係咧日主好夠身旺。咁而地支咧，譬如呢個74年嘅大運亥水啦、亥卯半合木局，84年嘅戌土啦。卯戌合火都係要咧木火好旺嘅時候咧，佢嗰個創意咧就能夠係發揮到出嚟啦。咁而佢哋兩個咧的確係有緣分嘅，因為庚金咧就係丙火日主嘅偏財星啦，所以阿施南生咧就係徐克嘅偏財，而丙火亦都係庚金嘅七殺嚟嘅，所以咧阿徐克就係阿施南生嘅七殺，所以大家係咁樣有互為財官星嘅時候咧，就係有一個緣分喺度，但係咧。呢一個日子咧就係辰戌相沖嘅，咁會體現起就係咧佢哋可能有好多睇法啦，有啲價值觀咧，其實都會係相當之唔一樣嘅。
咁但係咧，呢啲咁嘅情侶或者男女咧，即使係日支相沖都好啦，有好多時候咧，佢哋都係可以喺埋一齊，只不過咧可能佢哋喺當中嘅思想啊、價值觀上邊啊，就會有啲南轅北轍嘅情況。一個徐克嚟到講咧，丙火日主身旺，然之後咧，如果佢時支係申時啦，咁亦都即係話咧，偏財得祿於申金。咁亦都係咧，同呢一個日時支咧係申酉戌暗拱咗金方，即係暗拱咗個財星嘅方局啦，亦都係暗拱咗呢個酉金正財星，亦都係咧呢一個正財星嘅申金咧係得祿於酉嘅，所以咧佢就算係咧財星有力就可以用到，咁佢就係丙火日主身旺啦，財又唔弱嘅時候咧，佢先至係攞到而家今日嘅成就。因為咧可能佢嘅戲咧，我哋香港嚟講咧就唔係話太多睇㗎啦，但係咧喺大陸度咧，佢的確係揾到都唔少錢嘅。咁無疑咧，阿徐克同埋施南生咧都可以話係識於微時啦，咁亦都係一齊共同創業、共同奮鬥。咁佢喺呢段時間裏面咧，對阿施南生咧都可算係專一嘅。咁呢個亦都係因為大運嘅影響啦，因為佢原局有一個正偏財混雜嘅情況喺度啦。所以咧，74年嘅丁亥咧，呢個丁火劫財透干咧，克咗呢個申金，因為丁火克申金，所以咧就搞掂咗一個正財星，留翻個偏財星喺度。咁佢呢段時間咧，佢遇到施南生咧，都會係一個專一嘅情況啦。84年嘅丙戌大運咧，呢個丙火比肩透干，亦都係咧丙申相合，亦都係同佢咧合起咗呢一個正財星，咁又係咧留翻個偏財喺度。所以咧喺呢20年裏面咧，佢哋嘅感情咧就應該係幾好嘅，因為大家咧就真係共同進退啦。咁但係喺93年嘅癸酉咧，就阿徐克有一個出軌嘅情況啦，佢同阿葉倩文咧就鬧出咗一個緋聞嘅，咁亦都係促使到咧施南生要同佢分手嘅。咁點解咧呢一個癸酉年又會出事咧？之前一路都冇出事，就係因為癸酉流年咧官星透干，官制比劫啊嘛，官制比劫嘅時候，丙申相合嗰個作用就冇咗啦，即係話呢個比劫咧就唔能夠再做到半合申金正財呢個目標，變咗嗰個正偏財混雜嘅情況咧又再顯現啦。同埋流年酉金正財星咧，亦都係半會日支戌好啦，即係申酉半會啦。如果係申時嘅時候咧，亦都係申酉戌會成金方，亦都係咧個財方局會入日支妻宮。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天干個正偏財顯現。而地支咧又有外面嘅財星咧會入妻宮，咁變咗咧就好容易咧會有一個出軌信號啦。咁我哋而家可以睇翻阿施南生先啦，佢嘅爸爸咧就係一個好叻嘅商人啦，即係都係相當之有錢嘅。但係喺呢個年月柱裏面咧已經有天干咧劫財克財現象，所以咧呢度已經係有一個伏筆喺度啦。雖然話偏財為父啦，但係財星廣義嚟到講咧都可以解作父親嘅。咁尤其呢個財星咧係落咗喺月柱度咧，就更加能夠代表到父親啦。所以咧申金克月木嘅時候咧，佢個爸爸咧就可以有啲健康或者運勢上嘅問題啦。呢個咧就要睇大運嘅配合啦。即係施南生20歲之前都冇事，因為之前兩處運咧行丙申丁酉大運。丙丁火透干，咁啊官殺制比劫就護財星，所以咧頭20年咧佢個爸爸都係冇事啦，都係幾好啦。去到20歲開始嘅戊戌大運咧，情況就起咗變化啦。因為大運地支戌土咧同年支嘅財星卯戌相合，咁其實已經係睇到財星係受到半合啦，合化成火，即係變咗自己嘅五行啦。亦都係戌土咧同月支嘅未土咧係戌未相刑，月支受刑，而且咧呢個係印星受刑咧，咁即係喺家庭上面咧又會好容易有一個動盪。咁根據一啲網上嘅資料咧，就話施南生嘅爸爸其實就喺佢咧讀緊大學，即係20到22歲之間呢段時間咧就過身嘅，咁即係都係喺呢個戊戌大運裏面啦。咁我覺得咧最有機會咧就係呢個71年嘅辛亥啦。因為申金劫財又透干，咁就應咗嗰個申金克月木嗰個象啦。而地支咧呢個流年嘅食神咧，亦都係同年月支咧，亦都係亥卯未咧匯成一個木局，咁亦都係咧喐動到呢一個月支。咁如果佢父親係喺呢一年過身咧，都係比較大嘅機會嘅。官星喺流年顯現啦，而且咧同大運戊戌半會火局啦，亦都係同一個月支咧係午未合化火嘅。咁即係話呢一年咧個官氣好強啦，咁就好有機會咧會有姻緣。而阿徐克嚟到講咧，
佢就直頭係流年午火啦，同月日支咧係壬午戌匯成火局，亦都係匯入咗日支。呢啲日支咧匯方匯局嘅情況咧，即係哪管佢係咪會一個財星或者官星嘅方局咧，有呢啲咧日支喺大運流年裏面匯方匯局嘅情況咧，咁都好容易會有一啲姻緣嘅訊息嘅。佢哋係喺84年創業嘅，就創立咗呢個電影工作室啦。84年嘅甲子年咧，施南生係行緊一個己亥大運。睇翻呢個大運咧，就係大運地支同年月支咧亥卯未合咗個木局啦。咁即係呢個財星嘅氣好強啦，咁日主相當之身弱，好彩咧天干有呢一個己土透干啦，咁所以咧係更加印證咗咧佢好大機會會有一個丁火咧透干去生呢個印星。如果唔係咧，呢點印星咧都係好受損咧，就會冇用嘅。有一個木局旺木生火，呢個丁火官星，然之後咧官印相生，咁所以佢個事業咧就能夠發展起上嚟。但係因為咧都係用印啊，所以咧佢就唔係話獨當一面嘅。咁佢都係主要輔助徐克咁樣嘅性質啦，即係做一個師傅啊，做一個管家婆咁樣嘅性質。84年嘅流年子水咧，就同大運地支同埋時支咧就亥子丑匯咗個水方，咁亦都係咧一個時支匯咗水方，匯方匯局嘅時候咧，會係有一啲工作性質轉變嘅信息。咁佢哋咧就真係完全由打工啦，就去到一個咧創業嘅階段。1993年咧，阿葉倩文同埋徐克呢一個緋聞事件咧，就施南生行緊庚子大運癸酉流年嘅。咁呢一年咧，地支酉金劫財咧就係卯酉相沖，同佢嘅年支嘅財星相沖啦。咁即係財星受克，咁即係佢感情度受損啦。然之後咧，呢個劫財咧同佢嘅夫宮咧係辰酉相合，即係話咧有劫財合入佢嘅夫宮，即係話咧有個第三者咧走埋嚟啦。而天干咧係雙官透出嘅，雙官克官。咁所以咧，佢嗰年咧就已經係決定同阿徐克分手啦。咁提多一提咧，呢個車年嘅戊戌咧就係大運地支同日支辰戌相沖啦。通常啲大運咧同嗰個日支咧會有一個互動，即係例如伏任啊或者相沖嘅時候咧，都會係嗰個命主人生裏面一個相當之重要嘅階段。對於阿施南生嚟講咧，就係家庭個變動咧，即係爸爸過身啦，跟住佢識到一個男朋友啦，識咗一個維持咗幾十年嘅感情咧，就係佢人生一個重要階段。而阿徐克咧84年嘅丙戌大運咧，就係同佢嘅日柱伏任，所以呢個咧又係佢相當重要嘅階段，就係喺呢個大運裏面咧，就係獨當一面啦，去創業啦，電影事業咧，亦都係真正有一個好嘅發展。之前咧都有講到啦，如果男命咧有一個天干透出正偏財，有正偏財混雜嘅情況嘅時候咧，就要喺下大運裏面咧睇下會唔會有啲合一留一或者去一留一嘅情況咧，就即係咧只係留低一個財星，咁變咗咧佢就會維持翻一個專一嘅狀況啦。喺94年43歲開始嘅月酉大運咧，其實都係有呢個狀況嘅，因為咧印星同呢一個月干嘅財星咧月根相合。咁即係都係咧合一留一，又係留低咗正財。呢個大運地支酉金，亦都係匯入咗妻宮。如果申時嘅話咧，咁又直頭係咧申酉戌匯咗一個金方，一個財星嘅方局匯入日支，咁咧就會喺呢啲大運裏面咧好容易咧就會有一個結婚嘅訊息。咁但係如果你再睇嘅話咧，就會留意到咧，雖然係有一個金方局匯入咗妻宮，但係咧如果申時嘅時候咧，地支都係構成咗一個正偏財混雜嘅情況嘅。而呢個酉金咧，同一個年支咧，亦都係卯酉相沖，咁即係話咧，亦都係衝動咗呢個財星坐下嘅嗰個根基，咁就會睇到咧一段婚姻咧喺表面上咧，同埋去底裏面咧，可能會有兩種唔同嘅情況啦。其實佢哋兩個大運咧都係爭3年嘅啫，咁所以咧佢哋係喺同一個時段裏面咧，都係有一個月根相合嘅情況啦。阿施南生91年開即係庚子大運咧，亦都係有月根相合嘅情況，就係咧天干嘅比肩星啦，合咗一個月干嘅月木財星。咁但係咧呢個對於女命嚟講咧就唔會係一個太好嘅情況啦，因為比肩合財，即係咧嗰個感情上面咧都係會受到比肩嘅有所影響啦。然之後咧地支雙官咧就係同財星子卯相刑，咁即係話咧喺感情上面咧就一定會係有啲唔如意或者失落嘅事情發生。所以咧93年就發生咗嗰個葉倩文事件啦，因為呢個91年就已經開始咗庚子大運啊嘛。但係咧96年咧因為丙子流年咧佢哋又結咗婚喎，咁當然係阿徐克係追翻阿施南生啦。因為咧阿施南生係分咗手之後咧係有幾年嘅時間咧係完全放手咗工作室嘅事務嘅。
大運地支嘅傷官咧，亦都係帶紅鸞同埋桃花星，然之後咧子辰半會，呢個紅鸞桃花星咧半會日支，所以咧喺呢啲大運裏面咧，即係紅鸞會入妻宮或者夫宮嘅時候咧，又係好容易有一個結婚嘅訊息。佢就喺96年咧，呢一個子水伏吟啦，即係呢個傷官帶紅鸞咧再會入夫宮，咁佢就喺呢一年結婚。更加重要嘅就係咧，天干有煞星透干，丙火克到呢啲比劫星咧，咁變咗咧呢個財星就得救。其實喺呢個月有大運咧，阿徐克應該已經開始咧係喺香港以外咧尋求其他嘅發展路向，因為咧呢個月有大運啦，同呢個年柱咧係天克地沖嘅，辛金克月木啦，然之後咧地支咧卯酉相沖，所以佢有可能咧喺呢個大運裏面咧已經開始尋求譬如呢啲國內嘅發展機會啦。但係去到04年53歲開始嘅甲申大運咧，咁佢就真係傾向咧全面北上發展啦。呢一個大運係同月柱咧係天克地沖啦，庚金克甲木啦，然之後咧地支係寅申相沖，即係話咧喺佢嘅工作上面啊，工作環境裏面咧會有好大嘅轉變，亦都係驛馬相沖。因為寅申巳亥係四驛馬啦，咁佢就係好多會走動嘅。咁但係咧又要留意到咧，雖然喺04年之後咧，我哋會覺得咧阿徐克嗰啲電影，我哋香港人咧就冇咁在意啦。咁但係咧，其實天干透甲木，庚金劈甲引火，咁就算佢冇丁火都好啦，佢都係引旺咗自己嘅火勢，所以佢係身強咗啦。而大運地支咧係行呢個偏財星啦，如果申時嘅時候咧，亦都係伏吟時支啦，即係偏財伏吟時支。咁就反映咗喺工作上面佢地域重心轉移咗啦，咁亦都係咧，其實喺呢一段時間咧，佢就都係揾到錢嘅。咁而施南生咧50歲起係行緊辛丑大運啦，因為呢個辛金劫財透出，但係咧丁火都會克佢嘅，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個婚姻仲係會維持到啦。雖然地支已經同日支係辰丑相害，但係去到一個60歲嘅壬寅咧，咁就係大運地支同原局咧。係寅卯辰匯咗一個木方，係一個財星嘅方局啦。咁即係財星非常之旺。咁但係天干咧，亦都係食神透出啦。然之後咧，同呢個官星咧丁壬相合，丁壬合化木嘅，因為佢本身地支你已經係合成咗一個木方啦嘛。所以成個結構咧就係木氣好強，而佢本身身弱，印星受損，於是乎佢就唔能夠再駕馭到財星啦，即係駕馭唔到感情。咁個感情咧就係會流失。咁尤其是咧，呢個食神合官啦，即係個官星都被合咗去啦。咁個婚姻咧會好容易喺呢啲大運裏邊有變化啦。咁所以咧，佢哋雖然係喺呢個14年嘅甲午咧就正式大家會公開宣布佢哋分咗手離咗婚啦。但係其實咧極有可能咧嗰個離婚嗰個動作咧係喺13年裏面咧就已經係發生咗啦。尤其是係喺施南生嗰個八字裏面咧睇到啦，一癸巳流年咁啊傷官又再透干。本身已經係丁壬相合噶啦，合咗個官星，然之後咧傷官克官咧一沖個官星，咁就會係離婚嘅一個跡象啦。對於徐克嚟講咧，呢一個13年癸巳咧就係犯咗個壬巳申三刑啦，就係流年大運同埋月支咧犯咗呢個壬巳申三刑，咁變咗咧就係會有一啲好麻煩嘅事發生啦。咁亦都係應及到一個月支。月支咧喺結咗婚之後咧，都幾能夠代表一個婚姻嘅狀態，所以咧壬巳申三刑應及月支，亦都係應及咗一個偏財根基，所以咧其實嗰一年咧就個婚姻會有一個變化喺度。施南生小姐咧係將佢所有嘅家產咧都係捐晒出嚟做一個兒童慈善嘅捐獻啦，咁同埋佢喺電影圈裏面咧亦都係享有一個好崇高嘅聲譽啦，而佢咧出咗名咧對朋友咧係好夠義氣嘅。亦都咧，佢同阿徐克分咗手之後咧，佢就好唔希望咧，呢一個婚姻咧，即係呢一個佢同佢之間嘅離婚咧，就影響到阿徐克嘅聲譽。咁呢啲咧，全部都係能夠表現咗咧個庚金日主遇到官星、遇到丁火下年嘅時候咧，佢將佢嘅肅殺之氣咧，化為一個仁心啦，同埋節義嘅氣質。咁呢個咧就好能夠喺施小姐嗰個八字度咧，去表現到出嚟。咁我哋今日咧就嚟到呢度先，我哋下次再見，拜拜。